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代妈妈。咱今日来讲台湾水泥甲阿门头这个工业。若无阿门头，咱大的楼仔厝、行的车路，也是坐船的港口，拢无法度做。古早台湾人是住伫竹角厝、土角厝，到底什么时阵才开始有阿门头起的厝？今日咱来讲台湾水泥为日本时代到今日的发展。伫19世纪的时阵，阿门头就传入去到日本。日本人来台湾的时阵，要起铁路，也是做港口、做水道，就为日本遐进口阿门头入来。后来是日本这水泥公司看到台湾嘛需要阿门头，一间号做千亚的水泥公司，伊就伫高雄起台湾的第一座水泥工厂。其实伫迄个时代，台湾的阿门头的产量嘛毋是够足济，也有咧进口，毋过嘛有咧出口。是安怎会安尼？伫1930年的时阵，世界经济变歹，日本本岛伊的建设变少了后，因的水泥的产量煞伤济，继续一直落。伫遐的公司就转甲因的水泥卖来台湾，最后伫台湾即间千亚水泥的产品销路怎变歹去？因怎甲台湾生产的水泥佮摕去外销？因要卖去倒，主要是厦门、福州、汕头、广东、香港嘛有，遮拢无咧生产水泥的所在。迄当阵的总督府，伊有咧补贴海运，所以这也互台湾做出来水泥，甲伫中国遐别位咧生产的水泥有法度竞争。伫迄个时代，水泥的市场其实真复杂。日本公司伊甲伫中国大连的水泥公司，甲因的产品运入来台湾卖。毋过伫台湾咧生产水泥的，煞个反转来，甲台湾的水泥卖去中国南平沿海遮的所在，也是香港，甚至嘛捌卖去到东北遐。当然想起来，就是遮的水泥公司，因互相咧竞争，咧抢市场，一直到中日战争爆发了后。海运怎动起来袂通啊？台湾的水泥伊的外销才变少。战争结束了，国民政府甲日本时代留落来千亚水泥的高雄工厂，还有一间伫苏澳的工厂，甲南方水泥伫新竹竹东遐的工厂，这三间拢收落来，佮用美国援助的钱去整理遮的工厂。这几间拢总合并做公家经营的台湾水泥公司。到1951年的时阵，政府要推萨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去收真侪大地主的地，因为甲因摕这的地，所以甲本地为日本人遐收落来这个工厂企业变做是股票，佮甲这个股票分互这个大地主。台湾水泥就是真内底一间。伊嘛因为政府甲遮个股票分互私人遮个地主，所以是台湾历史上头一间有股票上市的公司。伊的号码就是1101。迄当阵政府摕台湾水泥遮个股份去补偿遮个大地主。台湾真侪大家族拢是台湾水泥的股东，股份较侪像邦桥林家、鹿港高家、高雄的单家。武丰的林家、新港五家，也是永丰仪的好家，因拢总有摕到。台湾水泥民营化了后，政府怎就开放，互民间公司嘛会使来做水泥。像讲远东集团，伊拄开始1951年就有去申请要设亚洲水泥，毋过毋是申请就过，一直等到1957年的时阵。因才真正通过有一间公司，讲倒来台湾水泥这间公司，伊拄民营化的时阵，股东足济，
因为邦桥林甲伊的股份上济，也佮加上林碧秀伊的辈分嘛较悬，所以伊变做台湾水泥的头一任董事长。头起先是真济股东、真济家族拢会管理，林碧秀嘛去协调甲政府甲遮个股东的一寡问题。同一个时阵已经有北京水泥公司成立咧竞争，像嘉新也是亚洲，迄当阵也有足侪北京，毋过到即马真济拢已经无去啊。1960年代水泥即个产业因为技术变较进步，生产较有规模，所以台湾阿摩托的产量煞变诚大，济甲会当外销。佮拄啊好拄着这闹像香港、东南亚一寡国家嘛拢咧建设，所以迄当阵外销的量换袂少。毋过台湾水泥公司内底股份换豆啊咧集中，有的人是要摕钱去投资别项生意，有的人是嫌水泥歹趁，怀得别人卖掉的股份，大部分全拢互鹿港的股价买去，所以股价变做台湾水泥上主要的股东。伫1973年的时阵，辜振甫转变董事长，伊一做就30档。迄时股权主要是伫股价甲高雄的陈甲、陈启清甲国产集团的林丁这三个人手上。1970年代拄好是台湾10大建设的年代，中山高铁路电气化、台中港，遮所有的建设拢需要水泥。水泥变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物资，佮加上台湾都市的建筑营造拄咧发展，所以迄当阵趁足侪钱诶。虽望即种像新光甲国泰，因嘛对公司有寡影响，毋过辜振甫甲政府的关系足好，伊佮有法度去协调公司内底遮大股东、大家族的关系，所以伊就拿来拿重要。伊嘛变做海基会董事长、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伊甲台湾水泥这间公司伫迄时的台湾，无论经济也是政治上权力拢诚大。1980年代，水泥工业开始拄着环保运动的抗议，而且因要做工课，拢着经过环评。拄好迄时中国豆啊咧开放，台湾水泥甲北京水泥公司相共，怎换去中国发展？拄着中国当咧起厝、当咧发展的年代，辜振甫第二后生，甲伊的位接落来了后，怎专心去开发中国的市场？伫遐嘛趁着钱，所以股价伫台湾水泥内底的地位拢无变。毋过，伊这后生发生意外过身，换做伊的妹婿张安平做董事长。张安平本身就是嘉新水泥这家族出身的，伊毋若做水泥，我开始投资新的能源，像讲做电池，也嘛互水泥这个工业会当豆啊下这个环境保护的一寡规格甲标准，做一寡技术的改变甲转型。水泥工业的环保改良是全世界拢咧做的一个目标。台湾的水泥原料少或少，其实是够有够的。毋过，水泥工业上大的问题是造成真大的污染，甲开发挖矿的问题。咱会使先来讲，水泥到底安怎做出来？其实，迄个过程甲吹过要相共，就要先为涂骹甲石灰石挖出来了，甲石灰石甲黏土拢总化做幼幼的粉，才敲做水泥的饲料。刷落来，就要放落去窑内底烧，用足悬的温度，互遮的粉结晶，变做水泥的色料。这色料冷去了，再搁染石膏磨左右，才包起来，变做一包一包的水泥。水泥这个原料石灰石，台湾也有，毋过伫西边这边已经真歹个挖落去，所以怎开始向东边遐刷。一直到1997年的时阵，伫高雄也是伫新竹遐，都拢总无咧挖啊。台湾大部分的水泥的中心，全拢总刷去东部遐。
毋过伫遐乌石灰石也是去水泥工厂对遐个原住民的权益造成一寡伤害，这嘛引起真侪抗议争论。阁有太鲁阁遐个山出现一寡生态的问题，为着莫阁继续乌遐尼侪石灰石，莫阁进口遐尼侪石灰，即摆水泥公司因会去开发新的做法，找一寡会当代替的原料，上好是再利用的物件，像讲因会去捡工厂石粉落来做，也是半导体厂伊的细泥，用这来代替一部分的石灰石。因嘛会用一寡别项较环保的原料来代替乌炭也是石油来烧这个药。另外一项就是真早台湾水泥、亚洲水泥，因就拢去中国、东南亚遐发展，甚至嘛有去欧洲像土耳其、葡萄牙投资设厂，因为安尼会当开发当地的资源甲市场。咱即马台湾用的水泥有偌济是台湾生产，也偌济是进口的。讲起来，台湾用的水泥7成拢也是台湾生产的，敢若3成是靠国外进口，主要是为印尼、越南、泰国遐来。咱若想讲台湾有起偌济厝，有偌济工程咧做，自古早到即马阿姆图实在是真重要。毋过规个环境甲生态的代价嘛真大。即马豆豆有新的技术咧改变遮做水泥的方式，嘛改变咱建筑的材料，咱大的生活环境敢会因为安尼就对咧改变。也若像台湾水泥伊做一个产业，伫100年来，伊安怎经过不同政权的变化甲市场的变化，刷落来因阁要安怎做，这拢是会当继续观察甲思考的问题。今日我就先讲到这。大家若对台湾别项产业有兴趣，欢迎写批也是老话甲我讲。若介意这个节目，嘛请伫平台老五粒星老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现在妈妈，大家再会。